好似個身有時好似有啲痛，係突然間好似針吉咁樣一下子，每次就係吉一下就過去啦，跟住過一陣又吉一下咁樣。行路啊，會唔會話行得越快，佢越容易有呢種感覺啊？差唔多。同埋呢個手啊，呢一排係叫人有時瞓覺啊，有啲麻痹。咁樣睇翻嚟咧，唔多似係心臟方面嘅問題。首先咧，心臟痛啊，點樣痛佢都唔會痛到好似針吉咁樣痛。針吉嘅痛咧，往往似神經痛，而且咧仲要就係你最近又話又有手臂啊呢啲咁樣嘅情況咧，需要注意一下有冇頸椎嘅問題。如果係最近呢段時間頸椎，我哋講有啲微脱位啊，即係佢排得唔係好穩陣，佢有啲歪歪地，少少歪歪地，壓迫到神經咧，就係會引起呢啲咁樣嘅手臂啊、神經痛啊咁樣嘅情況。你自己要留意一下後邊有冇話我行起身先覺得咁樣痛啊，越行越痛咁樣，你要注意一下有冇心臟嘅問題。但係如果唔係話你就咁針吉嗰啲神經痛嚟嘅。